因为封面通过一寡所在雨真粗、变大雨，亲像台北捷运列车伫淡水站入站的时，雨水规个破入去车厢，车厢内底嘛有淹水。也若代替伫内力到富公站之间，这淹水淹超过铁基路，火车全无法度通过，有停驶启动公路的接送，有影响5000外旅客。也若伫桃园的北德，有一个工人在做下水道工程施工的时，去互串楼的水冲去，到下晡5点的时阵才找到，也毋过已经不幸过亡。警消因着下楼水阵来回伫咧找人，昨早起10点外，桃园连线落大雨，有一个工人伫咧下水道涵洞内面进行缆线工程，互串楼水冲走。刚入去下水道就无看人，那边太深了啦，应该踩到底啊。警消开始救人，总长1.5公里，沿着桃园的大圳边的沟仔找人，也无因为水正串流，研判可能被冲到嘉南溪的出水口。一直到下昼5点外，有民众伫咧南坎溪发现人，补起来时阵已经明显死亡。同时，劳动检查处初步认定业主无伫咧作业进程，设防止劳工泼水堵水的设施，遂下令停工并且处罚。致劳工发生重大职业灾害，依法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，并一科新台币30万元罚金。受到桃园地区雨大雨影响，代替内力站到福光站之间，东西正线把水拢淹超过铁基路边，车无法度过，启动巨大公车接驳，一直到水消退，在1点53分才恢复双线通车。停驶这段期间，影响23列厝5000外位旅客。虽然路线恢复车开始驶，也毋过中立站附近因为转向器淹水过钟，西部干线列车也是延误，区间车发车的时间无确定，旅客拢坐等。等很久，我等很久了，1-2个小时。回台北坐高铁往南走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另外，台北捷运也受到强降雨影响，车一驶叮当，地板的水4回流，所有人拢甲脚压起来。台北捷运讲接到通报，随出动清洁人员处理，营运无受影响。以后若遇到这种情形，会调整列车开关门的时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